生的车一边，养的较大天。囡仔生啊，宝堂啊已经遐尼大汉啊，去读小学啊。你是人的宝囝，厝做啥物代志，你嘛该忍耐一下。啥物？你大概就讲是我咧发脾气啊！你拢怪我唔好啦。无你受啥物委屈啊？来，你甲阿爸讲。你受啥物委屈？讲我听啊！你无讲，我要哪知咧？阿爸，我这几年去引导，我一心一意就听宝堂爱宝堂，结果伊拢讲我唔好。迄个菜花啦，无代无志哦，带一个破伤的囡仔转来厝的呢，佮讲要甲报户口，佮要互头厝，安尼就是明明要甲宝堂来分家产的嘛，对无？无当紧哦，伊佮甲宝堂拍甲受伤，你知无？菜花要带伊的囡仔哦离开厝的，阮大家甲文才就骂我，怪我唔好，讲我讲话伤刻薄，无良心啦。阿爸，你讲伊安尼有道理无？真是安尼甲你救惨。无家这老查某，文才伊嘛是伤过过分的，伊不应该对待你安尼啊。阿爸，还阁有更较过分的代志咧。自从我叫文才了后，伊从来都毋捌对我讲一句好听话过，规工就摆一个面相互我看，敢若知影要饲猪甲读书安尼。我嘛是好我找囡仔嫁互伊的，囡仔就对我安尼咧，我是啥物所在对伊不起啊？宝贝查某囝，阿爸，唔知影讲你点解受遮尔大委屈。我是讲你好家，日子一定过得真幸福才对。我阁有更较委屈的代志，我拢无甲你讲。其实阮在这几年哦，拢甲手足有联络，是菜花中那个看的。放心，这代志哦，阿爸哦绝对会甲你摕一个讨回一个公道，莫去伤心啊！吼。阿爸，你毋知啦，伊根本就无爱我，伊生活来敢若有手足尔。我搁较安怎做好，伊就袂爱我啦。伊只不过是要叫我替伊生囝尔。我无法度通忍受啊！因规家口吼串通起来，甲我骗钱，一骗就要骗12年呢。我要甲伊离婚，阿爸，我要甲伊离婚啊！你莫遐激动，这代志哦，阿爸会出面，吼，阿爸会出面来讲，吼。姨母吼都爱拍种的啦。母仔，讲遐阿爸，是个啊，啊，啥物好甲你找啦？遐喊行，来，这啦。唔免啦。母仔，我今仔是专工啊，要替阮外甥仔来讨回一个公道。我问你，阮外甥仔自从嫁恁何家时阵，到即摆工课我要做事，敢讲安尼白车的？哈？如果替恁何家生囝哦，你还当袂着，你甲伊大细声，你个什么意思？你讲啊？无啦，是假啊。啊，
翁仔某吼，记你嘛冤家对无吼？人讲翁仔某床头拍床尾和，这是少年人的代志，咱莫插啦。袂用诶，文才，查甫人爱有一个分寸。你暗中搁甲求助你来哦，那你我请问你，你安尼何苦就搁带阮月英要做啥话？哈？哪有这个代志？从求助离开好家了后，莫讲毋捌甲伊见面，连伊一点仔消息嘛无。对啦，就是讲伊安尼做吼，我嘛无同意啊。啊，那伊讲蔡慧嫂不同意求助因兜，毋才会去烫尿骹。月玲啊，你毋通听迄个囡仔咧胡白讲，只敢毋咧讲白惨诶。你什么代志拢怪恁囝，你家己做什么代志，你家己心内有数。我看这件代志吼，问蔡慧上知啦，文才，你叫蔡慧出来。啊，阮嫂啊，透早就出去找青田啊，到当还袂转来。讲起来，青田这个囡仔嘛可怜，明明是去互逼走。是啥病呀？是伊家己心偏才走的。是啊，你有找着青田啊？无呢。蔡伟，外英啊讲你暗中啊，你甲文才啊，牵甲这个求助你见面，这敢有就是？我有可能是款的人哟。无，迄天你带波动去求助因兜佚佗，啊无是啥？啊，毋过波动也毋捌求助啊，哪会讲我带波动去求助因兜佚佗？波动转来，甲我形容迄个查某，就是求助迄型的。月玲啊，我看吼是你误会啦。本来就是，只敢安尼疑神疑鬼。阿爸，你看因安尼对我，你拢无替我讲话。蔡伟，啊，外英啊，拄仔讲安尼有事实啊无啊？无即款的代志啦，亲家啊，文才甲求助无联络，我也无甲因牵线，请你相信我好无？你讲这话意思，迄个查某真正是求助遐？是毋是求助啊？啊？是求助也好，毋是求助也好，还得文才啊，毋是原有讲的迄款的人，我也袂做迄款的代志。你凊彩讲过，就是想要骗我这三岁囡仔。是毋是有在你啦？做人的某的人，是你敢毋敢会晓甲翁婿冤家，疑心疑鬼，你哪毋家己检讨一下？这个话你敢讲？若毋是因为你，文才会甲求助来哦；若毋是因为你，我会甲文才之间冤家啊！月玲啊，这哪通怪煞？我有怪毋对去哦。伊甲求助感情遐尼好着，无替你牵我就毋信嘞。你莫乌白赖我好无？我知影你看我不顺眼，把我当作眼中钉、肉中刺。啊，毋过我即马都已经要搬出来啊，你是想要搁安怎嘛？外英啊，我看有代志莫我你闹落去啊，超详细再搁讲。好，毋管安怎样吼，恁就莫叫我掠着。你若有甲求助联合来往吼，我就袂放恁煞。我无做亏心事，我也毋惊你对我安怎。甲你这款的查某人，我一天都带袂落去，我即马就搬出来，好无？蔡慧啊，月玲啊，文才还袂做迄款代志啦。万一若安尼做吼，啊我互你靠。安尼好啦，外英啊，翁仔某爱互相啦，人爱当袂着就咁要闹离婚，安尼是互笑呢。无安尼啦，文才啊以后吼，踮伫外面啦，较少饲查某，互你知影。阿爸第一样了，袂当原谅伊，安尼好无？好。毋好，我要伊向我保证，是要保证啥？保证讲，伊绝对袂甲求助有任何来往。本来就无你来哦，是你莫名其妙。阿爸，你看伊对我安尼啦！哎呀，月玲啊，查甫人的面子要小甲顾者。我顾伊的面子，还是啥要顾我的面子咧？阿母，讲你咧找我，伊老是甲阿母讲，你甲求助。我甲伊是一直无联络。老实讲，我足想要见伊一面，要我四界探听拢探听袂出伊的消息，但毋知伊即摆生活过伫安怎。你会怪阿母当初逼走求助？我知影讲，他
蔡月玲安尼问是对，也是毋对。也毋过无论安怎，月玲伊就替咱何家先报道。这一边为着清地的代志，伊甲蔡花两个人冤家甲遐尼厉害，我互蔡花吼，这边带出来带袂掉。阮大嫂拢无囡仔，修炼一个青年啊，这也无啥物通甲反对。莫阁讲这个，对，只是我用蔡花寄伫我遮10几年所赚积的钱买厝。我是讲，要互伊安尼年老的时用，想要到即阵就用着。你甲我摕，互菜花啊！为前程苦情谁人问？为爱牺牲前途打算。来，文仔，食茶啦。这是阿母用你赚这个钱买的厝，伊叫我交互你。那我爱这厝是要创啥？啊，其实哦，我较希望像较早同款，甲阿母住做伙，每天过着快快乐乐、欢欢喜喜的日子。想袂到我有那甲秋子同款，孤孤单单，家己一个人搬出来住。这几年，你甲秋子有咧联络？歹势，歹去杂着。你食饱未？我赶紧来煮互你食吼。是啊，你毋通超工讲话白落去。我连甲我讲，迄个查某确实是秋子。这几年过得好。代志甲安尼来啊！我看你安尼好势，就不忍心甲你瞒落去。好啦，我甲你讲，无毋对，伊就是秋子。秋子，伊讲我会搅了你的生活，所以伊叫我绝对袂使甲你讲。但是你放心。伊即摆生活虽然毋是过甲真富裕，但毋过我看伊逐工拢过甲真快乐。我知影是我对不住伊，害伊伫咧食苦受罪。但即款的代志是要怪啥人？人讲是命无怨天。当初时，秋子伊着袂生，才互好家逼出去。即马伊母有2个囡仔，囡仔拢足乖哦，已经甲读书安尼。我知影秋子会是一个好老婆，我连下甲伊都不共款，敢若会晓挺身囡仔袂晓管教。因2个人实在是2个完全无共款的女性。今仔日，秋子若是伫好家，我嘛袂往不出好家。无伫甲清田啊，嘛要出去外口流浪。是，这嘛你教互秋子。我知一个查某人要饲养2个囡仔是真艰苦的代志，替伊
也是我淡薄仔心。伊袂甲你收啦。伊会收。何家已经真对不住伊，我对伊来讲，还阁袂得交代。虽然我外甥仔已经生囝，也毋过我生活一直袂快乐。为了囡仔的代志，煞来牺牲相助，这是我一世人最大的遗憾。是我的厝咧。看到？谁呢？人这么重啊？谁呢？哎，但你是你今日创什么话啦？那菜花哦，死给你找你啊！那外面急事，等紧等。啊！你这个囡仔实在真捌代志，我讲走你就走，菜花怎么你无用搬新厝？哎，来，再来看卖者吼。妈妈，我新厝啊，伊讲我搬出去外口住，我唔敢，甲我送去孤儿院，我就对不起的。半边过引起阮明日草烦一阵一阵，为前程苦情啥人问？为爱牺牲前途打算。人在西乱真艰苦，偏偏也着西乱路。坤啊，你是搁咧试乱来哦？你毋是讲要介绍一个查某互我做某，人呢？哎呦，我吼就是安尼找吼，找无一个适合你的，我毋则吼，家己来甲你陪做。坤啊，起来啦！哎呀，好啦好啦，来啦来啦，我陪你啉啦。人在西乱真。好啊啦，莫搁伫遐直试乱啦，来啦，我陪你啉啦。我吼，好打啊你随意啦，来啦。嘿，哎呀，无啉啦，你无啉，我家己一个啉，哪有啥物意思啦？爽，安尼毋才有生一个查甫人。你安尼为着阿娇啊，迄个查某吼，规工趺咧厝诶，踮遐啉烧酒，啉到安尼有罪。伊都无爱嫁互我，我当然有罪。哎哟，坤啊，当吼天开也毋是干那阿娇啊，迄个查某尔啦，偏你猪肉坤啊吼，爱查某惊伊无，凊彩都有啦。你伫遐想啊倒袂去？我是想啊，替新庄啊找一个老母啦，佫会使拼阮厝的某就好啦。好啦好啦好啦，先恁才讲啦，连讲吼我才找一拖拉裤的查某，你有哪紧啦？无某真艰苦，你知毋知？咱查甫人嘛会真惜无，你知毋知？我要娶伊咧，伊为什么无爱嫁互我？啊，当你是搁想伊要创啥啦？来啦来啦，遮坐啦，坐啦坐啦。你吼真惜无，我拢知啦。是讲吼，一个吼窈窕美丽吼，伫你的目睭前，你吼也袂晓硬去配啦吼，干那要想迄个阿菊啊阿菊啊，来啦，
我陪你啉啦，莫阁想啊啦，啉啦。其实吼，嘛毋是讲吼，干那恁查甫人才会惜宝，有当时啊吼，咱阮查某人嘛是会惜宝。真实的。哎呦，恁兜哪会遮热啦？连一丝仔风都无。安尼加偌凉，大甲呢？热的呢？你要创啥啊？无啦，无安尼啦，你毋是安尼去有看到要安怎啦？查某人嘛会惜无的，唔係啦，无人啦。冇啊，我安尼啦。差死啦！你哭啥啦？我都无欺负你。你搁讲你无？你真个无良心！你家己看你穿啥？我真正我我无想要活，我无面当机人啊啦！歹势啦，歹势啦，我昨啉酒醉啊啦，有甲你安怎无？若是有哦，真歹势啦，真歹势。啥物啊？那有安怎才甲我回信咧？安尼就煞去啊？我来遮拜年。你莫哭啦！哎呦！来，提起来，提起来。安怎？真你无爱啊？你是要爱啥啦？哦，你甲我当作我是倒一种查某？